其实做这个的话也是蛮靠天吃饭的。如果天气不好，客人就不想出门了。当初其实是从摆小桌子开始，到后面才有慢慢赚钱，然后才有去买餐车。初期的话是比较累啦，因为草创的时候是很多的地方都在摸索，包括说摆摊的位置啊、口味上的调配，也是研发了很久，调制了半年多以上。一开始是在夜市摆摊，就是一个桌子这样子，然后就油锅，然后渐入佳境，然后才有从一台餐车到了2台餐车、3台餐车这样。虽然说平日可以陪小孩，可是假日的话就没有办法去陪小孩。之前在夜市摆的时候也有啊，因为我们比较菜啊，去的时候在那边等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位置可以摆，满心欢喜的去，然后就是铩羽而归。推荐年轻人来做餐车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因为餐车其实是很多元的东西，可以做更不一样的规划，就是时间上会比较充裕。哎，对，嘿。关注今日餐车，全台最大流量最高餐车市集平台。